案件发生于22日清晨5时许，在本辖龟山一路与文化三路发生枪响案。案经本分局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，并核发拘票。本分局与警察局刑警大队组成专案小组，于当日下午查获相关犯嫌及车辆到案。专案小组将持续厘清相关涉案细节，并针对来龙去脉有效厘清，其能净化社会治安，以安定民心。